我是丁真，我还是大家认为的李唐传奇。我不知道20岁能不能当传奇，但是因为我认识李唐的人，要来李唐的人多了，这对我很有意义。我的家乡很大，它在我眼里才是传奇。我想把这里的故事多说给你们听，但我怕说不好。百度地图给了我很多厉害的设备，我用它们记录李唐。大家好，这是奈何，这是给你写诗，你们就能在百度地图里看到我记录的家乡，这真好。我愿意做家乡的采写员。如果我是一个传奇，那跟上我来看传奇的诞生地李唐。希望你们像喜欢我一样喜欢李唐。抖音。